在日新闻要来看这个东部的消息，台东甲花莲是目前2个无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县市。清明的连续假期有真侪游客去佚佗啦，像这富公渔港人有够侪，当然嘛加强这个身份的验证，而且咧看这个身份证，确保讲敢有这个居家检疫，还是隔离人乌白走。啊，尤其一个这号饭店的业者呢，当然敢若煮一只这个中心店，大房率9到8成，比平常时3、4成加真好。也毋过就惊讲人一个这会带来病毒，饭店对咧讲加强这个清洁甲消毒。毛民宿业者呢爱看护照，来确保讲敢有这个理由数。每个绿岛佚佗啊，欢喜毕业，清明连假台东富公渔港人真多，但是检疫并未放松，港口边除了必须要量体温嘛，加强身份查验。会再确认一次传票、跟身份证或是健保卡的证件，来证明说是为本人。卖互居家检疫或者隔离的人有落跑的机会。台东花莲虽然是目前全台本岛无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县市，但是大房率依然是受到影响。都还是有8、9成，但是如果是在平日地方的话，落差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差别大概会有3到4成左右。旅客唔来惊无钱赚，但是来阁惊群组感染，业者想办法防疫。都会希望他们可以主动出示护照，我们就会扮演一个类似伪海关的角色，确认一下他的印章是几月几号。来大民宿台先确认旅游数，花莲的连锁饭店嘛伫咧清洁有加派人力，尤其是囡仔佚佗的所在，嘛无定时消毒。餐的时候尽量不要交谈，座位的部分也有采取梅花座。世界拢有看到建议的提醒，就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爱小心注意，唔通去感染到。